從2015年首次踏上第9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嘅賽場，到今屆迎嚟嘅第12屆粵港澳3地合辦全殘運，澳門輪椅乒乓球運動員余彩虹用4屆賽事嘅堅守，書寫咗一段屬於澳門殘疾運動員嘅拼搏篇章。一直嚟都係諗住呢個全運會，就係因為家門口，所以我會係特別比平時都會特別。除咗瞓覺啊，自己體能咯，你要練好自己體能，點樣堅持自己，仲有得閒咧就去發下球啊，或者揾人比下賽啊，練下球啊，呢啲可能好細小嘅動作，但係都會對自己好大嘅幫助。余彩虹與乒乓球嘅緣分始於2014年，當年4月佢加入澳門輪椅體育嘅訓練中心，中心內劍擊、羽毛球、乒乓球等多項運動可供選擇，佢最終選擇咗乒乓球。我冇諗過依家做運動員咯，以前細個都識我嗰啲，你依家做咩？我做運動員啦。跟住嗰個人佢會話用一個好特別眼光望下我。入會僅1個月，佢便前往河北正定訓練基地參訓半個月，並喺當地錦標賽中嶄露頭角。同年10月，佢代表澳門出征韓國仁川亞運會，一舉斬獲銅牌。憑藉呢項佳績，佢回澳後成功申請成為精英運動員，亦迎來咗自己嘅第1屆全殘運，從此拉開咗佢4戰全殘運嘅序幕。政府支持我嘅。我每日都要俾訓練費㗎，我唔可以偷懶。每一次咧就唔好飲到太遠，跟住咧諗近㗎。我跟住有一個近距離有一個比賽喎，有一近距離或者我約咗邊個比賽喎，咁樣一步一步去累積，一步一步咁練好。但你要由細小嘅動作去做好，做好自己，最緊要做好自己。呢個係全殘運首次由粵港澳3地合辦，更設有澳門賽區。對余彩虹嚟講，呢個係難得嘅家門口作戰嘅機會。為咗呢屆主場賽事，佢傾盡心血，全力以赴開展針對性備戰。距離第12屆全殘運開賽僅剩唔到1個月時間，余彩虹意外受傷，嗰一刻佢徹底慌啦，積累已久嘅壓力同不甘瞬間爆發。因為挫一挫個神經，呢次冇真正點樣去靜待佢好返嘛，變咗個拖個手尾長咗，咁樣咯，就有個放棄㗎。我究竟為咩嘢？嗰種感覺好難過，當時好痛，跌低嗰下咧，係唔係身體嘅痛，係個心喺度痛。全部準備就係為咗呢個獎，但我仲要係咁近距離先至受傷。嗰陣時好辛苦，真係好辛苦，係個心好難受。咁希望自己會快啲好返，就係因為自己太心急咯，未曾完全休養好。我就喺度要慢慢去移動返，時間唔等人啦。咁嗰時就用坐喺度發球啊，練手感咯。譬如話呢啲，咁最尾都可以企得起身嗰時候，跟住我就慢慢練，又係開始練返自己發球咯。呢一屆全殘運，余彩虹最終未能收穫理想成績，心中難免留有遺憾。但佢坦言自己已經盡咗最大嘅努力，無愧於自己，無愧於澳門嘅信任。從前3屆攞到佳績到今屆留有遺憾，全殘運呢個舞台早已改變咗佢嘅人生。佢讓佢從一個懵懂入門嘅新手，變成一個內心堅強嘅戰士。人生就好似賽場上嘅逆境波，只要唔放棄、唔退縮，把握好節奏，就冇跨越過去嘅坎。經歷今次，我就會更加會係努力咯，希望會每一屆都走到落去咁樣咯。